根據港交所嘅數字，舊年嘅每日平均成交額係339億。不過近月市況大幅波動，差唔多日日都超過1000億，令到網上買賣股票嘅網絡多次出現登入唔到或者係塞車嘅情況。投資者可能會錯失買賣嘅良機。喺免責條款之下，證券行同埋銀行都係唔需要為網絡問題帶嚟嘅投資損失負上責任㗎。股民可以點樣保障自己呢？朝頭早行緊返工，派毛已經急不及待刨定份財經報紙，返到公司就上定網等住開市。但係佢唔係股票經紀，而係自己做老闆，做嘢嘅時間自己控制得到，一有空檔就可以利用互聯網落盤買賣股票。佢5年前已經開始用網上股票服務，不過近年佢就覺得變得冇咁好用啦。而家多咗好多人用個市都好暢旺，咁即係令到網絡即係會更加擠塞咯。響呢幾個月嘅事咯，咁即係對上一次我想買即係股票嘅時候，咁啱即係佢已經落到一個覺得好合適嘅價位，但係因為即係網絡上面即係我都即係聯絡唔到個銀行嗰度，都遲咗幾個價位，差唔多10%咯。咁我要再過翻即係差唔多2個月嘅時間，我先揾到翻啱嘅價位再買翻。根據港交所嘅統計，喺股票投資者當中，透過網上買賣股票嘅比例由03年嘅30%增加到05年嘅38%。近2年嘅大市暢旺，加上網上理財更加普及，比例應該會明顯增加。網上證券服務系統嘅負荷越嚟越大，單係今年下半年已經出現咗好多次塞車嘅事件，好似上個月初阿里巴巴首日掛牌，由於一開市頭10幾分鐘排隊買賣嘅數量太多，令港交所系統處理緩慢，持續咗5分鐘。喺大上大落市嘅時候，成交急增，塞車嘅機會都會大增。有學者擔心，如果大跌市要在網絡塞車，可能令到恐慌性嘅拋售更加嚴重。響87年嘅股災，同埋響97年股災，可能由朝頭早打電話打到落去晏晝收市，你都冇辦法落到個 order， 於是乎你就會恐慌性唔計價將嗰個股票沽售啊嘛。咁而家個情況又點呢？而家嗰個嘅交易嗰個容量呢，就已經就係接近嗰個嘅第3日終端機嗰個交易嘅容量嘅上限嘅。如果我經交易所嘅系統發覺原來係慢機嘅話呢，咁呢一個嘅問題呢，就可能會導致到恐慌性嘅拋售。港交所喺00年採用咗第3代自動對盤同埋成交系統，散戶用互聯網落盤，銀行或者證券行會首先核對用戶嘅個人資料，之後會將指令傳送到港交所，過程只需要4至5秒。執行指令之後，確認信息會先去到銀行同埋證券行度，再由電話短信通知散戶。我哋所講嘅塞車區會係散戶嘅互聯網，銀行處理客戶資料嘅系統，連接港交所嘅線路，又或者係港交所嘅交易系統。而報價係喺銀行同埋證券行另一個嘅系統入面，導致買賣指令塞車嘅機會係好細。專門研究電子金融嘅徐燦傑話，而家每日大約1500億嘅成交嚟計，成交宗數都唔會超過100萬宗。而現時港交所每日可以處理150萬宗嘅交易，基本上可以應付得嚟。港交所已經投資咗2億，喺出年1月將處理交易嘅容量由150萬宗增加到500萬宗。所以未來嘅塞車區將會係喺銀行同埋證券行呢一關度。港股直通車開始之後嘅話，成交量大咗好多啦，無論喺股票啦、衍生工具嘅交投都大咗好多。其實擴容可以係增加咗嗰個系統嘅本身嗰個交易嘅速度啦，將個交易所同銀行或者證券行之間嗰個連接個線路再提升㗎。舊年呢一間銀行一半嘅證券客戶都係利用網上買賣股票，今年頭10個月已經增加到70%，交易系統負荷越嚟越大。佢哋今年10月亦都出現過塞車嘅情況。呢個時間就係差唔多喺大約9點幾10點之前見到個就好多 order 就儲咗喺度啦。咁即係話客戶好多時喺未開市之前已經入定晒嗰啲 order。一開市嘅時候通常嗰個用量係最高點。咁下晝開市亦都係有同樣嘅情況。
網上股票交易系統張耀堂話咧，銀行每個鐘頭都會由電腦自動系統進行測試，另外咧會監測住繁忙時段嘅使用量。如果咧經常觸及最大容量嘅75%嘅時候，就有擴容嘅需要。第一就話咧，每日咧我哋咧都自己做一啲叫做交易咧，去試下嗰個系統嘅反應夠唔夠快咧咁樣。咁啊，第二咧我哋亦都咧會做呢個就睇翻嗰個交易量啦。咁譬如我哋銀行咁咧，最近咧都揾咗一個即係獨立嘅公司咧，幫我哋做一個身體檢查，睇下個系統咧係咪咧可以繼續應付一個高增長嘅交易量。港股直通車雖然未放行，但係咧市場人士都承認有內地嘅資金流入港股，然後咧透過互聯網買賣股票。因為港股嗰個即係個投資氣氛啊，又或者個前景係比較上好啦。我哋有都幾多嘅客戶咧，佢可能喺國內或者甚至喺其他嘅地區啦，非香港嘅投資者係參與緊個市場。如果港股直通車喺出年落實，市場最保守估計第一年咧會有2000億嘅內地資金流入，進一步加重銀行網上證券系統嘅負荷。隨住我哋預計嗰個市場嗰個情況或者個交投量會進一步增加咧，我哋亦都有計劃響跟住嗰半年裏面咧，將我哋個容量會再進一步擴大，甚至去到再加多1倍。如果港交所同埋銀行能夠同時擴容，塞車嘅情況咧應該可以改善。不過有學者擔心喺擴容嘅過渡期，系統嘅穩定性咧會受到影響。港交所過往亦都試過咧，就係一轉系統嘅話咧就出現問題。呢個咧就係要小心嘅。而第二點咧就係話啦，其實啲大嘅銀行啊，佢哋網上系統咧嗰個嘅可靠性咧唔係咁高。譬如話想登入唔到，想買嘢亦都買唔到嘅。咁而呢一啲咧就有可能導致到出現恐慌性嘅拋售。投資者如果想保障自己，有學者就建議喺開市前半個鐘至9個字登入，然後咧記住要耐唔耐喐下個畫面，以免被自動登出。又或者咧開定個電話理財戶口，做好2手準備。下一節返嚟，我哋會同大家回顧中國銀行業嘅發展。